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每一年拢有大专学生公部门暑期工读的计划。今年中西区公所有3位大学生运用市民广播电台做一连串的节目，甲乡亲来分享到府城的大细项代，引起到真大回响。用轻松佮趣味方式嚟讲府城的代志，这3学生是今年台南市中西区公所暑期计划工读生。因为了要唤起市民对这座城市的种种回忆，就因发现的府城的故事，做成一系列的节目，甲大家分享。我们以我们公所中西区影像文化地图的48部的纪录片做发想然后企划这样的一个节目好，那未来公所也会持续跟台南艺术大学的广播电台继续合作这摆公所甲台南艺术大学南门电影书院合作。由3个学生一步一脚印，挖靠家己的力量来制作，除了用声音和文字有无同款的生命力以外，同时嘛为未来规划一个典范。是用年轻人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因为现在大学生来台南玩，可能都是去一些热门景点或是网美景点拍照，可是都不知道那些景点的历史，或是他以前有过的生活故事。未来中西区公所将会邀请乡亲就电台做伙来开讲，希望讲会使将府城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府城故事你唔知，老派少女报你知。好来。